使徒行传第28章，阮安全上路了后，才知迄个岛屿叫做马尼他。当地的原住民对阮非常亲切，因为落雨搁寒，就起火甲阮接待。保罗捡一捆柴，迄落火，迄阵有一尾毒蛇，因为火烧烧出来，甜伫伊的手。当地的原住民看到迄尾蛇吊伫保罗的手里，就讲来讲去。这个人一定是杀人犯，虽然对害你捡着命，天理无用阮以外。保罗将迄尾蛇丢落火里，拢无受伤。遐个人拢紧紧伫看伊的手会整起来袂，还是忽然裂落去死去。因听候真久，看伊拢无代志，就颠倒想讲伊是神明。海事的头目布壁流有一块地，离迄所在无偌远。伊欢迎阮伫遐住3日，真亲切接待阮。当时布壁流的老爸患着热病甲赤痢，倒伫眠床。保罗入去，甲伊换手祈祷，甲伊医好。因为这个代志，当地其他的病人嘛来，嘛拢得到医好。因送阮真侪礼物。阮要开船的时，将阮需要的物件送到船顶，互阮。3个日后，阮坐亚历山大名叫双城神的船出发。这只船拄伫这个岛屿过冬天，阮伫苏拉古上岸，伫遐停留3日，后来对遐开船到利基翁。隔日有透南风，第2日就到布丢利。阮伫遐拄到一寡兄弟姊妹，因请阮甲因住1礼拜。后来阮来到罗马，罗马的兄弟姊妹听到消息，就来阿比乌市甲三馆迎接。保罗见到因，就感谢上帝，搁较有勇气。阮到罗马了后，保罗得到允准，甲固守伊的兵另外住。3日后，保罗请当地犹太人的领袖来，因自集的时，伊对因讲：各位兄弟，我虽然无做违背同胞的代志，也是祖先的规例，毋久伫耶路撒冷受掠，送到予罗马当局。因审问我，看我无犯着该死的罪，有想要放我。不过犹太人反对，我才固不将对皇帝上诉。其实我无意思要控告家己的同胞，因为安尼，我才要求甲恁见面，甲恁谈论。我是为着以色列人所仰望迄位接受铁链连地。因对伊讲：关系你的代志，阮并无对犹太接到批信，嘛无兄弟来对阮报告，也是讲你的歹话。不过，阮爱听你的见解，因为阮知恁即派的人伫逐所在互人反对。因甲保罗约定1日，到时有真侪人来保罗所住的所在。对早到暗，保罗为了上帝国做见证，引用摩西的律法甲先知的册，劝因信耶稣。伊所讲的话，有人信，有人毋信。因中间的意见无一致。因离开以前，保罗讲这句话：圣神托先知以赛亚对恁的祖先讲了真对。伊讲：你去甲这个子民讲，恁听搁听，嘛拢袂了解；恁看搁看，嘛拢袂看见。因为这个子民的心钝，耳孔重，目睭放阔阔，若毋是安尼，因的目睭会看见，
耳孔未听见，心未明白，未灰心等意，我就甲因医好。所以，恁就知，上帝这个拯救的信息已经传予外邦人，因为听叹。保罗讲这话了后，遐犹太人议论纷纷，就离开。保罗住伫家己细的厝，足足2年久。来访问的人，伊拢甲因接待，伊好胆宣扬上帝国的信息，各假使关系主耶稣基督的事，拢无受阻挡。